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嚟林教頭運動小教室啊！你係香港人嘅話，應該啲頸啊、腰啊、背啊、膊頭啊，其實成日都痛嘅。應該撳得呢條片入嚟嘅你，都應該想學下點樣拉伸一下嘅小技巧係嘛？嗱，以下嘅動作呢，對你有冇效呢？我真係唔知。但係你可以嘅話呢，做完之後留個言俾我，話俾我知。其實呢，所有運動有冇用，都係靠一樣嘢，你有冇堅持？係啊，做運動之前，你有冇 subscribe 我啊？同埋 like 埋呢條片啊？同埋最緊要分享俾你關心嘅朋友。咁嚟㗎啦，你記住每日都要做頸、腰、腳呢3個地方嘅拉筋動作啊！第一個動作，拉頸部，先耷低個頭，順時針方向轉一個圈，再逆時針方向轉一個圈，去返原位，再望上邊，再順時針方向轉一個圈，再逆時針方向轉一個圈，放返原位。嗱，呢個動作做6組。如果你頸係有傷患嘅話咧，呢個動作就唔好做住啦，或者問準你嘅醫生先。第二個動作，首先企直個人，右手向上伸直，然之後打側個人，跟住右腳踏過另一邊，持續5至10秒到，然之後返返原位。另一邊當然要照做啦，左手伸上嚟，彎去右手邊。然之後左腳就踏過去呢邊，5至10秒。OK， 第3個動作，拉伸嘅大腿同埋小腿，膝頭哥上嚟，腳踭向前硬，膝頭哥上嚟向前硬，膝頭哥上嚟，腳踭向前硬。我哋做5下。5，咁跟住另一隻腳啦，膝頭哥上嚟向前硬，膝頭哥上嚟腳踭向前硬，都係一樣啦，5下。聽我講，3個動作做6組，記住每日都做啊！如果呢條片你都覺得幫到你少少嘅話呢，記得分享埋俾你心愛嘅朋友，等佢一齊呢都有個健康嘅身體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